会治安，误会就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个……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了。我们走什么嘛？行，回见了，谢谢您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不是我的2个女朋友，他们跟你开了个小玩笑。开玩笑？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主要是他们不放心我，所以想考验一下你。考验我？雷闪闪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一生当中遇见过很多女人，但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把心都掏出来给你的人，你却把它捏碎了。我作为一个律师，我考验过别人，别人也考验过我，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考验我的真情，我的爱。你这样下去，你这样的方式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。李志，李志，追不回来了。看我今天美吗？把你内裤收好了，干了也不收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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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乐晨去约会啊？废话，情人节不约会，难道他要去上坟啊？我也要走了。你跟谁去约会啊？那约我的人可多了去了，7点到9点有一个，9点到11点有一个，一直排到了明天早上。收好你的秘密照吧你，干了也不收。哎呀，讨厌！拜拜，土鳖。知道，谢谢，我一会儿就说，我一会儿就说。你今天跟谁约会啊？我今天要在宿舍里面等王老师。你不会啊？我跟王老师在宿舍里。啊家，宁可风，看不出来，平时看着挺单纯一个人，思想那么龌龊。王老师今天要来检查宿舍。哎呀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跟大伟看电影儿。拜拜，拜拜。大伟送的，帅哥送的。王老师送你什么了？对呀，鸽子。好浪漫啊！浪漫个屁！我是说王老师放我鸽子了。小兔子，你是打算抱着手机过夜吗？baby， 你都1天没跟人家说话了，就为了一个不熟的男人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人家李志，多么正直，多么有正能量的一个人，就被你们这么给搅和了。你们影响了我下半辈子的幸福，知不知道？那有什么呀？而且你说谁能跟那些法律法规条条框框的生活在一起啊？再说了。你们城市走婚第3条说什么来着？专情测试。他明明知道是这样，凭什么又要经不起考验啊？懂不懂规矩？你干嘛呢你？真贱！你又给人家发私信，你这不正在编吗？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人家写呢。哎呀，不知道是谁整天叫嚣着我去城市走婚俱乐部，只不过就是想要找一个真心，我不是想要结婚，就是想要找到真爱。这感情就是怀揣着一颗想要嘎嘣一下就闪婚的心呐。你还真没辜负了雷闪闪这名字。说句心里话吧，一开始我还真没觉得他哪儿好，我总觉得他像个唐僧一样，
叨叨，没完没了。可是今天他骂了我之后，我突然觉得他真的挺爷们儿的。贱，baby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真喜欢你的话，就不可能因为这么点个小玩笑跟你生气。小玩笑，警察叔叔都惊动了，这叫开玩笑吗？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警察叔叔接触过呢。人家一个良民，一片痴心和我走婚，你们非得疑神疑鬼的。baby， 那个，我们这不是也是为了你好吗？再说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他不都是可风干的吗？对呀，可风呢。宝贝儿，干嘛呢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老公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咱们明天再那个，你先睡吧啊，乖。请问是你大姨妈来看你了吗？我想她下个星期才会来看我。那就只有先让我来看看你了。baby， 咱睡吧。哎呦我天，熬夜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肝脾胃肾的，真的。咱别跟那生命过不去啊！明天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。明天律师也会照常生气。baby， 但凡有日出，就会有新的男人出现。晚安吧 ，good night。哎呀，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疼。那你为什么非要吊死在齐民峰这棵树上？